来乡亲啊，因为寒流的影响，鸡卵的产量大大来减少，加上最近这个鸡卵的需求量增加，所以卵商工会决定今仔日开始再度来调起着卵价。产地价每台斤起到42块半，批发价来到52块。大家排咧要买鸡卵糕，店员是有够无用。拢总嘛咧。今仔日鸡卵批发价小要起到52块，过年前糕饼业是大月。 能起价成本嘛提高，能够维持最好的品质给客人，这样。那目前价格的部分，就是还是我们先我们老板这边自己吸收为主。因为寒流影响，全台湾进入一礼拜拢真寒，即嘛影响到鸡卵的产量。台北市卵商工会决定将卵搁起2块，产地计小每台斤起到42块半，批发价到52块。 虽然卵价有起，但过依然有真侪消费者来伫买鸡卵。爱几几啊食？你讲啦？我本嘛是爱食啦。嘛是爱食啦吼。民生必需品啦吼。我爱食啦。还讲爱食啦吼。虽然有起价，但过摊商讲目前的量真稳定，基本上拢无欠货。甲以前量够差？那么正常啊，还是较起呢？较起吼。正常啊。你寄货敢有差？ 无同款。鸡卵的产量降低，但过对生意人摊贩来讲影响无大。卵商工会讲，主要是因为生卵率降低，再加上需求量增加，才决定要起。嘛强调讲，旧年欠卵的情形未搁出现，提醒乡亲免着急要买卵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